南投縣政府唔那宣布講要增加學校行政人員的員額，今仔個宣布講要來替全縣的基層的警察來加薪水哦。而且職務辛苦加危險的程度會分4級哦。上懸6月日會當加領5820塊，而且是對3月初1開始加薪。警察的勤務正重，抗議的現場會當看到警察咧維持治安，普攏是民眾有問題就會找警察。佮加上愛掠賊仔，伊也嘛愛臨檢掠啉燒酒賽車的人，為當時啊嘛愛配合咱中央做大規模的掃污。警察遮辛苦，南投縣政府宣布要提高咱警察的薪水，增加加級，而且對3月份就開始做。甲即個勤務的繁重，甲較輕鬆的把甲分別出來，上懸會當到3880塊。本案會當受賄的人數也高達1230個人受賄。南投縣政府表示，增加勤務重的加級，還有刑事加級，有分4級，要互較危險的行徑會當摕到較濟的加級，上懸每個月會當加5820塊。警察知影要加薪水，大家攏真歡喜。阮是做外勤的工課，一般的巡邏啦，比賽啦，人員的押送啦，甲拘留所的借付啦，攏有足濟加薪互阮有對生活上加減攏有一個幫助。你大概知影你會加偌濟？應該有幾千塊啊！我要扛起來買厝。警察是治安上重要的風線，警察嘛是24小時咧做工課，勤務有風險性，還佫專業性。長時間的壓力真大，政府甲咱基層的警察加薪，警察攏真歡喜，因的辛苦總算有實質的鼓勵，毋是只口頭咧學樂爾。記者洪一修立台報道。